乡亲投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高雄空军官校传出 AT3教练机摔落来意外，飞官市大军昨8点03分使 AT3教练机进行训练，才3分钟就汹涌伫雷达顶悬消失去。高雄市的消防局接到报案，伫公山发现有飞轮机摔落来，现场嘛发现一个遗体，确真是飞官市大军不幸殉职。 30日早起8点外，高雄冈山产出1路附近传出正大声的声音，社会学官市大军驾驶几乎0.8公里的 AT3教练机进行单飞训练。早起8点03分，自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起飞，8点06分失去联络，要经由消防人员通报，伫冈山产出1路附近发现飞机的残体，飞行员已经不幸殉职。 7点钟以及8点钟的正点符合天气单飞训练的标准。8点06分的时候，他在冈山基地航线那边失联。8点11分的时候，冈山消防分队接获通报，赶抵现场。市大军小队今年23岁，空军官校112班毕业，飞行总时速116点钟20分。要拿使出代志 AT3机型，这个拿24点钟的飞行时速。 这个飞机起飞之前，他先由教官带飞了一次，确定他的飞行状况都是正常之后，教官才下飞机，他才起飞。至于有没有跳伞，我们是没有接获这个任何飞机弹射跳伞的信号。空军已经下令空军官校暂停全部的飞行训练任务。自大军消费的遗体已经转到高雄市立殡仪馆，由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初步相验的结果，遗体有部分受损。 身体真侪所在骨头断去，并且有烧伤。AT3自强化教练机38年来总共出代志15遍。8做过空军官校校长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讲，机械状况加校员应变的状况，应该是调查的重点。他如果飞机有什么故障的问题，或者其他机械的因素，甚至是吸到鸟，因为高度低，航线单飞高度只有500公尺，那我们可以看101大楼那么的低。 那处置时间是相对非常的紧促。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一个之前的飞行员来讲是难度相当高的。因为 AT3飞机顶无乌鸦，飞行员也无好叫，可能需要各界提供监视器画面，令国家侪资讯，才有法度了解迄当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嘛是不幸的消息。这是昨晡暗嘛，花莲市公所清洁队的主管回收车去弄到一个准备要倒粪扫71岁阿嬷，弄到当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过往。使主管回收车的清洁队员无食酒，当时车速嘛无紧，敢是因为视线有死角造成的？警方即马正在厘清。 出代志现场有封锁线，监视科学人员伫咧搜证。30日暗时6点多，正多民众伫咧倒粪扫时阵，一台伫咧粪扫车后壁的资源回收车，在经过花莲市营正轨时阵，去弄到一位71岁伫咧路行的姓吴的妇人。我是听到有人大叫，有没有人会救护这种？我本身就是自强的义消，着消防衣帽鞋冲出去就开始做心肺复苏。 这位妇人倒落去了，也佫互车的倒前链挨过，掉伫咧车底无喘气、心跳。现场的人赶紧轮流来做 CPR， 不过消防人员到场接手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然后问现场有没有人会做，因为我已经做了大概有10分钟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弟弟就说他会，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我们2个轮流。 在资源回收车线路的驾驶纠测台是0，因为巷仔路正灰，车拢慢慢驶，有可能是因为有死角看袂到，才去弄到人。不过详细原因还佫等待警方调监视器来调查。线路的驾驶是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法院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增加80656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90例，死亡个案有90例。今年到今，咱国内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当前的个案对发病迄天开始算，15天后 CT 值第27到30就会当解除隔离。另外，边境的管制嘛对今仔日开始放令。入境的旅客该用喙瘾做采检，若入境了后，要继续7天加7天的检疫。
新冠本土疫情阁升悬，31拜二增加80656例本土病例，有3县市增加病例数超过万，包括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台北市是降到6000多例。今年以来累计总病例数超过200万，中重症增加190例，死亡有90例。90位的确诊死亡的个案里面，86位有慢性疾病，那67位是没有接种过3剂疫苗，其中有44位没有打过任何一剂的疫苗。特别注意的是，当前个案中有1名幼童是1岁查甫囡仔，本身无慢性病史，5月中发烧到急诊采检确诊，登去处了后，佮因为真喘，再度送急诊，血氧浓度低，诊断时黑耗症，因为严重欠氧，经过插管，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治疗，住院8天了后已经出院。治疗过程很快，这个病况好转之后呢，在5月25号就顺利的拔管移除呼吸器，改用这个高流量的氧气鼻管。所以这是我们今年这个本土疫情以来第2例这个儿童染疫之后有合并哮吼的这个个案。另外，可能中重症个案经过适当治疗，症状已经缓解，验过 CT 值无符合条件，未当转出。若是影响专职病房量能，也影响患者其他疾病检查甲治疗。所以，指挥中心宣布6月7日起，重症个案退烧1天了后，离发病日也是采检期超过15天，个 PCR 的 CT 值伫27到30，都会当解除隔离。PCR 的一个相关的数字，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在一定的时间跟一定的 CT 值以上，事实上是培养不出来病毒，所以先予解隔，让医疗可以更有效的运用。另外，影响国际甲国内疫情变化，指挥中心也宣布，为6月7日反正起，机场入境旅客将全部改做喙瘾采检，取代原本的鼻孔采检。不过入境了后，还是要完成7+7的检疫天数。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央嘛伫6都有设7大儿童预防射大型的注射站，伫今仔日就开始运作。疫情指挥中心嘛提醒家长，要带囡仔去大型的注射站，嘛要带先伫网络预约，安尼去才免等，而且嘛较袂关注。若误日这连假，这大型的注射站嘛拢无休困。为着要加速甲囡仔注儿童疫苗，中央宣布要伫6都设置7个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为6月7日开始注。提醒家长，5日这个假注射站要是有正常伫运作，不过指挥中心建议民众都要先去网络顶预约。那先去预约就可以减少排队的时间，那减少这个现场的混乱。但是每一个站也都会接受，如果临时他先到现场，也都会进行服务。7个儿童疫苗注射站地点是伫台北的自由广场、新北的邦桥车头、桃园的鸡蛋体育馆、陆军专科学校。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南市立图书总馆，也阁有高雄展览馆。大部分的家长拢表示赞成，不过嘛烦恼讲会出现排队排到6长的问题，造成群聚的风险。路线要控管好，不要感觉好像会塞一堆人挤在那边，然后要等很久，反而就变成另外一个群聚问题之类的。人流控管弄好吧。台中市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是由台中营总的团队负责，地点选伫自然科学博物馆。按算5天要甲18000人注射，病院这边5月31日有来现场会勘，因为路线甲入来人数等等的状况拢是真大的挑战。也若注射的路线同款受到关注的，也阁有人丁袂少的新北市邦桥车头的注射站。设置在板桥车站是不是适合？我想这都是中央的评估。那各界也在提醒了，因为车站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如何做好动线的这个规划？我想这个中央应该都要考量。另外，有机关指出讲，台北市注射率增加，顶礼拜儿童疫苗的注射率是全国上少的，这礼拜嘛是倒头算第3。针对这点，台北市长高文德讲，当初以后要注莫德纳，各乡乡歪注的人伤济，才会造成这款的结果。也若停课的部分，教育部长潘文忠嘛宣布，会取消原本伫咧高中、国中考虑确诊者4科练等座位的人。即摆改做是，只要迄个班级有1个人快筛是阳性或者是确诊，就会改由学校提供每一个人1支快筛试剂，而且全班停课3天。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道是爱细日雷公雨。今日日是高温有机会会当回升到35度，较烧热。咱做伙来看温度。
今日开始一直到拜五5日这3天连假，咱台湾拢是透西南风，各地是这份到好天。也毋过伫中南部这方面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若过到了后，伫大台北、宜兰、花莲其他的山区，嘛有短时间内嘛有短暂阵雨，而且有机会会上大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会感觉较翕热，各地高温是28度至36度。气象局嘛有针对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到拜六，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规天拢会落雨，落雨范围嘛变较宽。若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5日这连假，各地同款是高温翕热的天气，高温是有机会升到36度。来关心对今仔日6月7日开始，台电会用热天的算法来算电费钱，用电量愈上重，电费钱就会愈贵。另外，台电嘛有提出奖励金的措施，总共用电量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用愈少就省愈多，省1度电会当减扣6角。我会把冷气温度调在27、28度之间，因为每调高1度的话，可以省6%的电费。以及能源效率变频冷气是加正省电。省电专家建议，温度控制伫27度至28度，搁挂吹电风，互空气通透，热人室内温度就会当有体感温度26度的感觉。搬来这个屋子的时候，第一张的电费单是当19000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假如想要省电的话，就是节能的家电。到现在大概2000块钱左右。客厅若是会晒照日，室内嘛有降温的撇布。会当家己做用阿鲁米纸做的房仔来炸日头，效果嘛袂歹。我把有铝箔内面整片贴满的话，屋子就大概会降到4到5度，然后呢再搭配这个吊扇，大概会降到3度左右。其实民众较袂去注意到的会了电的电器，都是热水管。虽然是介方便，不过专家建议较莫用咧，因为这真了电。专家建议用甲4路兄弟，再个停落保温罐内底，电钱是会当省袂少。假如说你今天把开饮机拿掉的话，你1个月可以省40度至少，然后2个月的话可以省到80度左右的电费。为6月7日开始进入热人省电钱的方式，台电鼓励大家省电。今年继续推出省电的奖励金，一般用户只要比去年同期省1度电，每1度电会当省0.6块，还佫有奖励金，上少是84块。另外，针对卫生器材新种家庭的用户，若是有较省电的用户，每1度电同款会当省0.6块，而且回馈奖励金嘛较济，上少会当省100块。比去年的用电量少，最少你会获得84块。星期的电费假设是1000块的话，那我最多就扣掉1000块。省电专家建议，厝内若是使用变电马桶，建议热人的时阵，椅子加温的功能会当关起来。另外，甲冰箱款互整齐，物件放互好势，开冰箱门的时间少，若无真接开，电钱是会当省不哩济。记者综合报道。再加详细，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强化咱台湾国际驾驶执照的辨识度，咱国内对7月7日后个月开始，要启用新版的国际驾照，伫顶头会注明台湾的英文字。交通部是认为讲，新版的国际驾照伫其他国家使用是无问题的，这对宣传咱台湾嘛有帮助。来看《联合报》，5日这伫要交啊，大部分的肉粽有7成以上价销拢有起价。农委会是表示，主要是因为猪肉变较贵啊。那猪肉即马鸡肉、鸭肉嘛拢有起价，平均挂价已经拢起1成至2成。来看《中国时报》，为今仔日开始，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伫6都设7大囡仔的预防射大型注射站。马蒂斯讲，6都以外其他县市最近囡仔预防射数量拢互减去，无就是要补嘛补无。云林、嘉义、苗栗、南投拢放上囡仔预防射，要讨拢讨无。来关心防疫保单的理赔，保险公司有遵照金管会要求，伫5月底之前已经定出理赔指引，会当方便民众了解理赔标准。防疫保单理赔话题继续摊烧，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产险甲寿险公司已经应金管会要求，定出防疫险的理赔指引，互保护了解相关的理赔标准。对伫厝照顾者到底使用倒一寡药物，才符合理赔标准，金管会表示，无限制一定爱使用清冠1号等的政府广告药物。会员公司在可以就是依据自身的商品内容、保单条款跟被保险人接受医师诊断的结果。那以治疗为目的，来执行医疗业务的一个内容，来综合判断是否理赔或
融通的一个给付。金管会强调，理赔要件是医师的诊断，业者各以诊断结果甲处置情况决定敢是给付。根据金管会统计，今年5月30日，防疫险的申报件数大约296万件，保费收入大约是24.5亿，也毋过随着确诊人数增加，理赔金额超过40亿，超过保费收入真侪。因为未来也可能出现另外一波理赔高峰，外界也关心业者敢是增资应用。公司董事会，那我们也是在关注，是希望说他公司的增资。那也很多公司都有一些正面的回应。我想，尤其是金控的这一些公司，我想增资的需求他们都可以了解，而且多数都已经也有相关的一些承诺了。金管会统计到这个月23，防疫险的理赔金额早已经超过保费收入。金管会强调，各间保险公司的大股东拢了解这种情况，也有一寡正面的约束。金管会佫表示，一定会维护保护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大家减少出门，拢关在厝内，真侪人嘛较无咧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今嘛是建议讲，疫情期间踮厝内嘛爱运动，上好是一礼拜中度的运动150分钟，也是高强度的运动75分钟。不过专家嘛有建议讲，总共有去画到病者拄好的人，要开始运动，就要看死，唔通伤着急。防疫假，对，天天出来走吗？只要不下雨，我就会带他们出来，边走边玩。好玩吗？疫情期间，张小姐甲2个囡仔早顿食煞就出门哪行哪走半点钟，等到做洗手面了就开始上线顶课。因为这位不是国手，自少年运动到老，一礼拜7天，逐天运动2点钟。1976年第5届亚洲杯橄榄球锦标赛，媒体解叫拼命三郎。活动辛苦来以后，越做欲罢不能，我已经做1点钟足足啊。因拢有做到世卫组织建议的身体活动加锻炼的计划，也就是疫情期间一礼拜拢应该有中等运动强度150分钟，或者是高强度运动75分钟。有进行耐力训练的族群的话，其实他们的呼吸机的功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上呼吸道感染发生之后，这种在呼吸上比较窘迫的症状，其实会有减轻的一个效益。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就从快走开始；如果你不能走很久的话，就从10分钟开始，慢慢增加到你在一样的感觉，增加到20分钟，增加到30分钟，感受到你大概是会喘，然后大概快要不太能讲话的状况，利用渐进的方式，依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开始用弹力带做胸前伸展的动作。疫情期间，真侪人拢翕条的，真侪退休的人以前拢爱出国去耍。虽然即马无法度出去耍，煞意外伫咧运动这部分找到兴趣，真侪人拢用时辰伫咧学。向前跨步，所使用的是自身体重，很简单的进行。如果你本身没有训练习惯的话，那就不应该在一下子很贸然的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反而这个状况下会去抑制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全世界这波疫情，真侪儿童青少年受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5到17岁族群，一天至少要有60分钟的中等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骨头肌排训练一礼拜至少要3遍，维持运动的习惯，会当培养免疫系统的作战能力。那病毒来侵袭的时阵，身体要对抗，就需要体能来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3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80705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是2032983例。中国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超过293万例，日本超过885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5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2900万例。经过2个月的封城封锁，中国上海今仔日饭店正式解除封锁，公车、地铁会当全面开放。若学校嘛分阶段开放上课，店头拢会使开门做生意啊！真侪民众是欢喜甲，也毋过共款袂使群聚，人若一济，公安就会随出现。
对真侪上海人来讲，这是一个正欢喜的拜日暗，因为过了半暝就是封锁2个月以来第一遍全新的拜山。真侪人伫咧海边的公园散步，也有一寡人做伙伫咧食啉，但是有真侪公安伫咧巡，避免伤侪人做伙。很开心，一路上都很开心，开心死了。当局宣布公车、地铁6月7日开始全部恢复，并且甲中国其他地区的基础铁路系统连接。学校方面也开始慢慢恢复上课，商场、超市、药妆店会当开始营业，不过总客流量未用超过75%，健身房、电影院也是未当营业。被放出来就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就看街上这么多人。不过，这个有2500万人口中国上大城市，也有50几万人无使用6月7日开始的解封。在这么完别的这封锁区的区域内面，也有19万人，另外也有45万人，因为甲确诊病人带伤化，被安置伫咧控制区内面。上海4月时阵，每天新增加确诊超过2万多例，了慢慢降落。5月30通报一天新增加确诊31例。封锁2个月，对经济影响真大。当局伫咧5月初时阵就设定6月7日要解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后面峰会已经开煞，有27个成员国有达成共识，拢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令。到年底之前，有9成石油拢会切断，无要甲买。这嘛是俄罗斯拍乌克兰以来，欧盟对因上严重的制裁。欧盟峰会37天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讨论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石油禁运特别受到关心。虽然讲匈牙利长期以来拢表示反对，不过伫会后，欧盟27个成员国同款是达成共识，对俄罗斯来实施石油禁运。Council should now be able to finalize a ban on almost 90% of all Russian oil import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透过视讯伫官方会议发表演说，呼吁要结束无共的意见，大家要团结一致。Там на Донбасі зараз зібраний максимум бойової потужності армії Росії. 虽然俄罗斯拍乌东拍到真凶，俄国的财政部长伫27说表示讲，需要真大量的财政资源来赞助乌东军事行动，嘛会煞咧启动一项8条路步的财政整形计划，并且煞咧用路步来支付俄国对外的债务。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德州小学内底枪击案引起美国管制枪的争议是完未煞。本地管控甲凭美国更较严格，加拿大即马决定走大声，推出新的立法，要严格管制枪，限制全国枪甲枪支的买卖。这是连囡仔咧耍的枪，总讲若是做甲伤真，嘛袂使卖。加拿大政府30向国会提出全国枪支冻结的立法提案，要求冻结全加拿大的枪支销售甲购买，袂当互顶礼拜发生伫美国德州小学的枪击惨案，夺走21条人命的悲剧伫加拿大发生。What this means is that it will no longer be possible to buy, sell, transfer, or import handguns anywhere in Canada. In other words, we're capping the market for handguns.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这项立法提案，包括对犯下家庭暴力，也是刑事所了人士吊销枪支执照，除了职业射击选手、奥运选手甲安全人员之外，一般民众拢袂当阁进行枪支买卖行为。另外，已经合法有枪支，政府允准民众保留。这项提案也永久限制长枪枪支盒仔的枪支数量，搁较限制卖甲转让长枪的枪支盒仔。加拿大的枪支管控已经比美国严格，原本已经限制1500种攻击性武器的使用，包括德州小学枪击案凶手使用的 AR-15步枪。虽然加拿大的枪支谋杀案发生率无到美国的1/5，不过2020年犹原比澳洲悬出5倍，也表示加拿大政府再度缩严枪支管控，毋通有效控制枪击悲剧的发生。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庆祝亚太的传统会，邀请南韩 BTS 防弹少年团去北京，甲美国总统拜登对谈，双方互讲着反亚裔甲歧视的议题。来关心日本政府对今仔日开始绑定一天的入境人数，对1万人增加到2万人。若对6月7日开始，嘛要开放观光接受外国的旅游团。来关心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去南太平洋访问，要扩大势力。
不过伊唔拿禁止媒体提问，佮歹声扫叫记者点去。来关心国际关部了，即马农地起价，饲养股的业者嘛要挡袂牢啊。农委会即马有宣布讲，对6月份开始，饲牛奶收的基础价数1公斤会当起2块，这嘛是10档来头一届起价。业者讲，因为压力真大，无起袂用的。看到铁幕场内200只牛当伫食饲料，乐龙其实心内真复杂，因为为旧年到即马，饲料甲进口草料价数已经起4成，所以每公斤做年成本起5块。5月20日，农委会召开年价评议委员会，决议下半年饲奶基础收购价每公斤调悬2块。乐龙认为加减有小踏济，不过成本的压力也是真大。今年我们每头牛，就是说每天所增加的成本大约在多增加了差不多70块，然后造乳成本就是说算起来，就是说每公斤要增加了差不多5块多。国际原物料价数大起，再加上俄乌战争起较济，酪农业受到冲击。因为车内收购价这10年拢无调悬，引起不满。农委会这届顺应民意起2块，不过也强调年品厂收量价其实这10年已经起26%，已经有市场机制。生乳参考的收购价虽然没有这10年虽然没有涨，可是酪农交给乳厂实际的收奶价，这10年其实已经涨了26%，还是回到两方的合约的议定。物件起价，这嘛是讲物以稀为贵啊！当然这嘛是做正常的问题啊。民生物资品也会有些膨胀啊，工资也不会调涨啊。民众对通货膨胀，逐项拢起，早就有心理准备。农委会是答应年价评议委员会开会时间为逐年一改，调整半年一改，希望收购价会当反映饲料的价数，随时做调整。不过目前为止，零售价也未讲要起，各年品厂也搁伫谨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原本是要征调现任的立委徐志雄去选苗栗县长，也毋过徐志雄拒绝。那真正已经表态有想要参选现任的议长郑东锦，是已经开始咧召集战。民进党这方面是已经提名郑斗云市长徐定真去参选。徐定真伊是表示，不管国民党啥人要来选，伊拢会尊重。那伊家己嘛全力拼胜选。在这边再次的道歉，对不起大家。国民党立委徐志雄甲大家行礼，向党中央甲支持者回示咧，强调讲参选苗栗县长，毋是伊先家的规划，所以拒绝党中央征调参选县长。跟党也好，对我的乡亲也好，从来没有表示过我要参选苗栗县的县长一事。国民党37会30决议，会征调现任的立委徐志雄参选县长。不过徐志雄公开拒绝党中央的征调。但若真正要表态要参选的现任议长郑东锦，已经展开行动寻求支持。针对37会决议，虽然表示尊重，不过伊讲应该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初选机制。用民调最科学的方法，找出最能够代表国民党胜选的候选人。苗栗县长的人选，各方一定动作。目前民进党已经征调郑头份市长徐定真参选，时代力量现任议员宋国鼎嘛得到党中央的提名。那民众党目前是无推出人选的拍算。不过国民党目前除了徐志雄、甲郑东锦以外，将农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长谢福宏嘛伫咧争取党内提名。有国民党的基层是真不满，因认为应该要回归民意的机制，避免党中央伫咧内底伸卡出手。主席听不进去我们党代表跟基层的声音，他们为了想要赢民进党，为了纵观考量全盘的这个选举的状况，可是忽略了地方基层的声音。基层的党代表认为讲，桃园市长提名的争议，即马伫咧苗栗阁发生，党中央袂当以互相甲派系方式来治理，是要以初选或者是民调来推派人选，才有选赢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那立法院拜一的时，为着国务机要费拄罪化，这个法案咧修法的时，调野立委有发生冲突，结果昨昏有3个民进党的立委快提出阳性，目前已经有22个立委确诊。那前总统陈水扁嘛快提出阳性，目前伊当伫台南徛家隔离。立法院30为着国务机要费拄罪化的过价法条文修正草案。调野立委伫主席台顶悬客来客去，搁起骹动手。伫这期间，真侪人拢无依持社交距离。结果31早起，民进党的3个立委
但后壁王国琴甲张廖万坚拢伫人面册抛出快态阳性的相片，三个人症状算轻，有淡薄发烧、咳嗽甲流鼻水。伊嘛已经取消行程，飞机改做是线顶。那我要去搭高铁的时候，觉得说身体的疲倦感啊，跟这个流鼻涕的感冒症状啊变严重，所以我就赶快筛哦。结果居然出现2条线哦，所以这边也很抱歉哦，对这2天有接触的朋友哦。立委确诊的人数持续增加，包括民进党快筛阳性的3个人，累计已经有22个人。国民党有蒋万安、甲叶耀兰等6个人，民进党高嘉瑜、区地委等13个人。立法院表示，逐工算回了后，议场拢有做消毒。另外，前总统陈水扁嘛讲，伊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的判定是确诊，目前当伫台南的住所休困。爸爸目前的症状，我觉得应该就是还轻症哈，那喉咙会痛啊，有咳嗽的状况，但是他没有发烧。我想现在就是按照医嘱啊服药来治疗。那我也跟他说，心情放轻松。陈志忠表示，因老母吴淑珍并无确诊，不过因为甲陈水扁斗做伙，有特别注意家己的身体。另外，总统府28至30新增加13个人确诊，包括5个总统府的员工、3个国安会的员工、4个总统府警卫室的人员，甲1个宪兵。不过，因甲正副总统还有官员拢无接触史，各项的业务也是维持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本土疫情滚价，即马大病院的医护人员拢无够，真欠人。新北市的阿东病院即马就打出公告，讲希望找一寡已经进前去卫着，也毋过已经好利的较真者去斗骹手照顾病人，一点钟的薪水有625块。另外，伫高雄是当地推动免落车会当领防疫关怀包的服务，嘛是因为公所的人无够，骹手无够，即马开出一个月3万块的条件，要找146个临时工。防疫物资装箱，即工逐工无闲处理，为了互确诊者会当真紧领到防疫物资，高雄首创关怀包得来数，也毋过长期落来，各区公所人员呢定着食力，所以决定要扩大找临时人员，雇佣期2个月，逐工工作8点钟，逐礼拜休2工，月计3万。30个区公所总计定才146人，需要人力资源也有变异，因为确诊者继续增加，真需要照护人员。比如说喂食啦、换尿布的这些等等，这些杂事会吃掉他们的时间。因为病院人力真食力，新北市阿东病院都有亏，要找康复者来照顾确诊者的生活。工作时间自即日起到7月底，逐工工作12点钟，薪水7500。算看卖啊，每点钟的薪水是625块。名额才拄啊释出，就有超过40人来应征，最后录出7个人。提供协助，包括喂食、翻身、更衣、身体清洁等照护工作。要加强照护能量，进前指挥中心就已经公布过，病院会当聘请辅助人力，包括招募已经有照护员资格的民众，也会当招募康复已经做过疫苗的人，特别是有医护背景的对象，搁加以训练，也会提供津贴奖励。对阿东病院的做法，指挥中心表示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南部的病例数持续在增加，南部疫情正在滚价，病院医疗量能嘛真吃力。中风社讲，屏东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去卫着发烧，烧到41度，家长真着急，带伊走3间病院挂急诊的，也毋过病院拢毋收。即马有关机关是质疑讲，屏东的医疗量能无够。屏东确诊人数增加，病院急诊室外口医护人员真无用。即马所传出疑屏东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因为确诊发烧到41度，阿母真着急带囡仔去急诊，就已经去屏东基督教病院，因为内部有确诊者咧清消，无法度收病人，刷落来佫去步入屏东病院，因为急诊无离科，因赶紧佫去第3间保健病院，却因为医生也未接到卫生局联络，嘛无收。连续去了3家医院都没有收吼，那后来求助高雄，那高雄长哥的回应是屏东不收，我们高雄收吼。那其实听起来真的是蛮难过、蛮心酸的。屏东什么时候我们的医疗量能变得这么的吃紧，这么的难过？希望囡仔最后是家己食退烧药啊，人已经无代志。屏东县医院伫议会质询，认为即马南部疫情滚价，屏东尤其是医科的医疗量能则欠缺。医院端呢，不应该当你在倾销或是在那边的管理系统上，大家疲于奔命没有做，要求他们一定要做检讨，不管步平或是其他2家私立医院呢，
我们都要求，这未来不能再有这样类似的一个状况。韩文22家医院重申，倘遇有危急病人，应依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先予以适当急救或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民众就医权益。目前，屏东基督教病院是唯一急诊有2科的。馆长潘明安表示，未来阁会增加恒春基督教病院，希望莫阁出现相像的案件。记者邓家文为做屏东报道。台南客家新营这个所在有一项超过100年历史放粉鸟铃的活动，两个庄仔头会相比拼，看啥人的粉鸟啊会当排较重。这个时阵，这是庄仔头的大代志，所以大人囡仔拢会来斗闹热。一群人伫咧田园边仔，甲粉鸟放互飞。这毋是一般放粉鸟比远度的比赛，是台南客家新营咸水地区超过100年历史的甲铃文化。两个庄头相比拼，甲铃仔绑伫咧粉鸟身躯顶，一抓来一抓去，看倒一庄的粉鸟会当排较重。大声挂1把咧挂转去，阮后尾挂的就是爱1把咧拢搁甲挂转来，啊挂转来后抓就是搁进去。因搁挂转去，阮即摆搁做咧挂转来，挂到输赢安尼。除了粉鸟会成员用挂铃仔拼输赢，为着互庄仔内的村民做伙参加搁较趣味，村民会当去捡陪无转来的粉鸟，安尼嘛会当减少铃仔的损失。粉鸟，阮有一个转音啊，较是用无转音啊，无转音啊就是掠着，无转音啊就是掠着迄个下，有转音啊就爱掠来阮花莲沟，修理足贵的，你毋通看一粒安尼。较大粒的一粒3、4千块的，阮昨暗放去4、5粒，放去差不多1万几块。这款特殊的粉鸟铃文化，伫咧台湾上早出现伫咧郑成功时期。新营咸水地区的兵仔，休困的时阵会伫粉鸟身躯顶绑鼻仔，看因飞悬传出鼻仔声。后来兵仔开始相比拼，看啥人的粉鸟拍的鼻仔较重，就较有面子，渐渐演变做这款粉鸟铃文化。即阵敢若嘉义台南部分地区，当年也会固定举办这款传统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内台中后里的启明学校有组一团人狮队，成员拢是目睭看无的视障生。虽然训练的过程要用较侪时间，嘛比别人更较辛苦。不过最近学校校庆的时，因有出来演出，精彩的表现，互大家拢真学乐。台校顶的狮头对锣鼓声人来人去，现场的气氛是介闹热。这是台中启明学校的校庆活动。不过认真来讲，这人狮队不是为外口请来的表演团体，是一群视觉障碍学生辛苦练出来。学校有成立这个舞狮队的活动，我想说有机会因为我没有玩过，有机会来就是体验一下。目前我有上网去查了一下，还没有这样子的舞狮队。我们如果真的有创起来，可能是全台湾，甚至有可能是全亚洲、全世界第一支这样。为着要让学生有更较多元的学习机会，台中启明学校特别成立人狮队，学生爱把所有的舞步甲动作记条咧。训练过程比一般人辛苦更了时间。就是比一般人还要辛苦，对，就是比较吃力，几乎都是就是用记的，然后要花比正常的时间还要更多。他们因为有视觉障碍跟肢体障碍的一个限制，但是他们都很有心。但是我们也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不断重复的练习，但是因为有先天的限制呢，跟一般的舞狮队还是有一些差异了哈。但是今天的表现，我们给他打95分以上。学校特别趁校庆的机会，邀请人狮队上台演出，精彩的表现，大家拢拍破啊学乐。一个视障学生人狮队，若是全国头一团，嘛，互大家看到视障者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未少业者有投资成本去废水处理设施，要搁排出来垃圾水同款超过标准，同款方法有做搁爱方法。即马是互业者认为讲，即马会当安那改善污水排放。环保署是讲会试办智能设备来监控废水处理的过程，来辅导业者随发现问题时就随处理。
伫工厂加装智慧水表，监测流量，也伫废水排放了后的调整槽、车底槽等所在放水质监测器。环保署协助电镀工厂透过智能科技监测废水处理流程，监视正常操作。工作人员搬来设备视测，若讲废水 pH 值异常，监测器就会发信号警告，予操作人员赶紧处理。那比如说，它现在可能就停止加酸，然后赶快把它加减，把 pH 调到9到11之间。电镀工厂细流头排废水，也是废水超标案件常出现，佮加上金属表面处理业，我5年环保单位开发905件，罚金超过4点6亿。除了此地，环保署决定要提供免费设备，找业者试办，唔通投资设备了后，废水也是继续超标，唔拿受罚，佮较会破坏环境。他如果在这里有异常，他可以马上去处理，他可以及时在这里就不排放出去，而抽回去重新再处理。若讲无妥善处理，含氮金属废水会透过灌溉沟啊污染农田。台中台里都有大面积农田，需要了时了来整理。目前中部大约有236间合法电镀工厂，去年2间，今年5间参加试办计划，业者初期有拒绝，烦恼电镀被掌握事件防处罚。不过环保署强调，辅导业者无污染环境，比罚钱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本土疫情滚价，最近这2礼拜，真侪高中以下学校拢停课，用线顶上课，这嘛去影响原本咧做学校营养午餐的业者甲农民。农民提供菜色，即马青菜销无路，新竹县的农业处参农会唔甘农民的心血拍算去，即马是甲这青菜拢关好足势。农会当咧无用整理包装青菜，无论是高丽菜、白菜等等，每一项看起来拢真青巧。这青菜原底是要提供学生的营养午餐，即马因为学校停止实体上课，新竹县政府甲农会规气转做爱心，关乎社福团体。原本供应给中小学的8公吨的有机蔬菜就无处可去，所以呢，我们就分成2阶段，一个部分呢就供应给我们的公益团体来做爱心公益，我们转赠给这些社福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分享这些有机蔬菜的好处。送青菜货车来到安养中心，把青菜一拿一拿搬落车。社团队讲，农会一届送过来的青菜，差不多会使予中心的时段吃2天。在疫情期间，我们外面的物价这些都会上涨了，所以蔬菜的供应来讲，有这么多的高品质蔬菜，老人家来讲是对他们很大的善举，而且他们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目前除了提供27个社福团体，新竹县农会也推广有机青菜大包装，内底有几啊项的青菜，提供民众在线顶买菜，安心服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北市场古迹孙立人官舍最近当地办展览，是邀请插画家照古早相片画100图，小解日本时代的城南地区，也有官舍建筑。台北市市场古迹孙立人官邸是出名的餐馆陆军练机厅，这几档还有文创产业进驻，业者最近邀请插画家创作戏剧人物，结合老相片，小解老建筑甲4颗位仔的过去。带到了我们像是火炉啊，像贵宾厅前面壁炉的故事，那他会讲到一些壁炉以前的一些作用跟用途，那还有带到后院的一些像椰子树啊，椰子树其实是孙将军他在纪念他以前伤亡的部属，所以种下了13棵的椰子树。插画家用古水的人物，根据古早时的建筑、人文相片重新扫描，小解孙立人甲官邸的故事，嘛描绘出日本时代台北城旧城南的光景。那城南这个名字其实可以推溯到日治时期1905年的台北市区改正计划，它是一个全新在日本政府它规划的一个官厅，还有重要的一些房舍的一个位置。展览小解日本时代的台北商品陈列馆，嘛就是即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图片，希望透过插画转译文史，互民众更较知影咱过去生活的所在有啥物无同款的城市风貌。记者电话问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英国。英国即摆有60间公司，对这个月6月份开始加入1礼拜休3天的实验计划。要看讲员工加休1天，因的生产力是会提悬还是会降低？伫秘鲁厂上班的布鲁姆斯菲尔德，甲秘鲁灰倒伫咧发酵桶内面，伊的心情真好。
因为6月就要到啊，到时伊1礼拜会当加休1天。My first initial thought was charity work, and then I thought I could do something else. I could learn a new skill. It's like there's so many possibilities that you can take with one extra day. 会当加休1天，是因为因公司甲其他总共60间的英国公司3000位员工，6月开始就要做一项6个月1礼拜休3天的试验。这项计划是由一个基金会所提出，因一个杀1礼拜只敢做4天，会当帮助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参加的业者也希望，除了生产力，也当让员工更加幸福。We want to make this a better place to work. But also beyond that, we want to be part of a progressive change in society. 伫即马英国劳工1礼拜工时是36.5点钟，不过生产力是无比工时较低丹麦或者是瑞典较悬。更加实际问题是，英国即马正欠人，已经欠差不多130万的亏。企业希望1礼拜休3天，甲员工留掉的。不过学者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无共行业要哪比较生产力？ The real question is, will the productivity increase of losing a day, will that boost the output that you've lost from that day? And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key part of this trial. If it does, brilliant. If it doesn't, then we're going to have a really tough time sustaining a 4-day week without also sacrificing some growth in the economy. And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crux of the matter. 1礼拜休3天的试验已经伫咧西班牙、冰岛、美国、加拿大进行，澳洲、纽西兰8月时阵也会开始。伫咧上这项试验的团体希望，企业伫咧试验过程中会当做更加好的调度，伫咧无减薪水也无减少公司收入的情形下，缩短工时，达到劳资双赢。公司新闻是阮玲编辑。 法国巴黎卢浮宫内底有一幅图，是蒙娜丽莎咧微微啊笑，这幅世界上真有名的图。礼拜4号，参观的民众结金两果，有一个查甫人甲金两果牵伫这幅图的玻璃挂顶头，玻璃壳顶头，众人拢带一条。伊讲，伊是要提醒大家爱注重气候反常。大片的金两果就安尼挂伫风大玻璃顶，游客看了拢人气，摕手机来翕。 法国巴黎卢浮宫馆藏的知名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定义互人用金两果攻击，引起馆内不安。这个事件发生伫29迄天，一名36岁查甫人伫街头摸保险机，假做行动不方便爱坐轮椅的老太太，看到人指出代志发生的时阵，查甫人突然为轮椅跳起来冲向蒙娜丽莎的画像，想要破坏画作外的风大玻璃，也伫玻璃顶抹金两果。好在蒙娜丽莎画像无受损，那这个查甫人是互保全请出去。 嫌犯离开进前大声喊“受看卖啊地球”，疑似为了宣传环保理念，做出惊人举动。警方已经将伊拘留，搁强制送去卢浮宫记者评论这个事件。其实蒙娜丽莎的微笑毋是头一摆去互攻击。1956年，一名查甫人向画像弹石头，造成蒙娜丽莎倒边的手后桥受损，加加装玻璃。2009年，一名高国妇女向画像添杯啊，也毋过画作伫风大玻璃保护之下无代志。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嘛是伫法国东南部一座城市的议会，进前有通过温准穆斯林的负责人伫公立的游泳池会当穿自头包到尾游泳衫，因为这代志牵涉到宗教，引起讨论。结果这个提案通过无到10天，就互行政法庭宣布动点。 法国最近伫咧员工穆斯林的女性是毋是让穿包头巾的连身游泳衫布基尼去公立游泳池？伫东南部城市格瑞诺布进行通过开放穿布基尼的提案，不过无偌久就互行政法院裁决暂缓。法官根据反分裂主义法，认为开放布基尼严重违反公共服务的中立原则。Excellent news. Following our appeal,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suspends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City Hall of Grenoble, authorising the bikini in the municipal swimming pools, thanks to the tools of the laws of separatism wanted by Emmanuel Macro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holds that the Mayor of Grenoble, with this decision, authorising the bikini in the municipal swimming pools, has seriously undermined secularism. An apology is necessary.
这项裁决和原本6月初1要生效的新措施会暂缓执行。裁决出来了，内政部长达马兰虽表示欢迎。格瑞诺部的市长皮奥勒是提上诉，要将战场交到最高行政法院。这件代志是因为格瑞诺部市议会16提案通过开放室内外公共游泳池，会当穿任何类型的游泳衫，包括触动政治敏感神经的布基尼。另外也准女性顶半身无穿衫游泳。反对的人是认为法国政教分离，国家才对宗教保持中立。官员伫咧特权时阵也袂使佩戴任何宗教性的标志。不过格瑞诺布市市长认为，去游泳池是一般的民众穿布基尼无违反世俗主义。其实法国毋是第一遍伫咧查布基尼的代志。2016年热天，有30个法国沿海度假区禁止民众穿布基尼入去海沙坡。不过法国最高法院迄当阵裁定，海沙坡禁止布基尼是侵害而且攻击人民的基本自由。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来关心有一只4公尺长的游鹅，真正是收入去法国的塞纳河。专家要甲引起大海，结果弄失败。专家是认为讲，这只游鹅可能是破病啊，才会找无路。本地是打算要甲安乐死，不过还未安乐死进前，伊已经自然死亡。找无路的游鹅，为杨格里海峡的港市阿勒佛收伫塞纳河闸啦。头一摆去互人发现，了后就一直收到巴黎西北部的城市卢温。加州当地人围观的警常，也毋过弯翘的硬章显示健康无好。动保人士3早发现伊的遗体，认为是自然原因死亡。这只游鹅体型大约4公尺长，也真少年。救援团体海洋守护者顶礼拜6放游鹅的叫声，想要将伊引导去大海，也毋过失败。专家认为，伊可能是受到一种伫海洋食冷动物中哪来哪条看的真菌感染，伊会为皮肤扩散到心脏器甲大脑，造成失去方向感甲感觉性，紧迫无法度医治，高处伫极端痛苦。原本已经准备要将伊安乐死。The animal was, it seems, quite badly affected by the illness, which it's believed can infect neurological functions, and it had reached its brain, and so the animal did not respond at all to these rescue attempts. And normally these creatures, they do have quite advanced GPS, a kind of internal GPS system that would prevent them from coming this far inland into what's not their norm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fact that the orca had ventured nearly 50 to 60 kilometres up the River Seine away from the English Channel does show just quite how badly it had been infected. 法国当局将游鹅的遗体高象化，准备进行解剖，进一步厘清伊的感染甲病况，参当初甲游鹅群体失散、罕见找无路到塞纳河的原因。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玻璃仔来关心，今日各地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有地渐阵雨，有机会上大雨。今日的天气较湿热，高温有机会升到35度以上。最后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